当初要迁市场的时候，是居民在抱怨说市场的车停很乱，可是呢，那边呢也因为这样也比较市中心，所以比较容易 get 齐。那所以呢，摊商呢怕说，如果换一个新的地方去，那又是虎头皮的旁边又没有商店，他们很怕说，生意会不会不好做？以前在旧的市场啊，都是单线道而已啊，如果说它前后都给你停车的话，就变成我们中间就无法动线，就没有办法进去卸货。过来这边的话，改成双线道，这样子设计完之后，那个2台大货车都可以相像的对啊，那变成说不会说造成拥塞的状况，这样子客人来这边也比较安全。这个动线设计下去以后，我们在卸货的时间上也更加的会提升啦。不会说以前可能卸一台货可能要1个小时，现在可能说这个动线设计完之后，可能变成说，我们就可能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卸完了如果卸不完的不足的状况，就可以马上说可以外面还有设计再让大货车在另外再卸货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很好的，我觉得是很好的不错的设计的这样子。我们的整个这个市场的设计已经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上面也是蛮多人来欣赏的这样给每一天就感觉给足多人茶库的遐天壤之别客人就说，来这边好像在逛好市多一样啊。第二，空气也比较好因为这个动线挑高比较宽敞嘛。一个上班的环境已经改变了，就是早上就比较喜欢说，早一点来，因为这边比较有很多的客人加减卖那样。我常常跟摊商讲，或许我们有些摊商是有2派的行为，这一派行为是我这户我都不爱走我的办管理啦。可是，我又办公，万一那客人没吃不，所以他就愿意什么？愿意投资，他就愿意买车，他愿意买其他机具下来，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市场就越来越有活力。也有一些那个日本的冲绳的那个议员来看说，他们第一句话说，你们有零售有观光零售，有观光零售会比较有活力。其实这个市场呢，除了环境的改变之后，也让顾客去改变摊商的一些行为。那这个是我们认为这个市场可以走长久远的地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很高兴我们这个筹划已久在我在4年前动工的新化果菜市场，现在终于顺利完工，而且经过试营运之后，各界反应良好，不仅是摊商，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收入至少增加了好几成以上。那消费者也认为说能够来到一个比较干净又明亮的，而且又货色很齐全，而且又是景色还蛮不错的一个新的果菜市场来购物那基本上他们都消费者跟供应者他们的满意度都非常高。既是果菜市场，也是休闲景点。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台南市最美丽的新化果菜市场。了解今日欢收看4月13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大学在2017年对外宣布停止设立7个校区的计划以后，该土地预计由地方的用事业者来接手，但依然有真侪土地产权的问题需要解决，所以立委郭国文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勘，会中伊嘛提出土地使用的规划甲想法，希望加速土地活化。鼓励台南大学7个校区退场了后，校园土地活用有计要交由地方有志业者。12号下晡，立委郭国文邀请农委会副主委陈天寿，甲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会勘，了解目前的进度。那依照目前为止，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要处理。第一个就是产权的部分教育部已经答应说这个产权要移拨无偿移拨给地方政府，但是目前产权仍然在台南大学这个部分要进一步的去处理的那第二部分呢，这个园区的部分的 BOT 的部分的这个进度能不能如期，然后如
如简报的内容那么完美的落实。这是后续呢，不论中央我的角色或者地方邱经员的这个功能我们都要一起来努力的地方。但是这个7股，咱希望讲伫咱的各国文立委的推动，以中央与地方来配合，咱希望这个7股校区赶快这个整体规划有一个规划出来，有带动地方真正有一个观光与美食亲子，会当互咱的7股的这个所有咱的里面看会到啦所以咱也希望讲。由大家今天来会看有一个进度了目前7股东校区分为2期规划，第1期有加由台南市政府办理智慧水产优质专区，第2期大约18公顷的土地，预计将透过 BOT 由业者发展优质业。那预计在7月的时候会正式的有一个招商的部分会召开两场的招商说明会，在北部跟南部会各召开1场然后到9月会正式做甄选的动作。那预计会在年底之前会把这个促参案顺利的委托出去。立委郭国文表示，期盼这个案会当尽速落实，才会当成功，唔通失败。同时倾听各方的意见，为这个所在带来实际效益。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演讲格林华现代体育健康加休闲研究所的马尚君老师特别设计为期9个礼拜电玩课程，并且带领学生团队进入社区来甲长辈互动，希望用创新耍电动的方式，让长辈手脑变用，延缓老化。画面上的阿公阿嬷当咧使用平板电脑，无啥稀罕。但将镜头叫因看卖，竟然是咧算真受到少年人欢迎的手机游戏《传说对决》。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甲休闲研究所马尚君老师以及团队，特别设计出有别以往的社区长辈健康运动课程。透过耍手机不但会当互长辈动手甲动脑，嘛当增进长辈甲囡仔之间的话题，促进家庭关系。熟悉啦，袂歹啦，嘿就谁讲算这，阮毋捌算嘛，转去我会甲阮遐囡仔讲，甲阮孙仔，甲阮后生讲。有看孙仔咧算嘛，我袂晓家己袂晓算。你即马会晓算了后，会参与社会算？会啊，会啊，会啊，那个动脑筋比较，较讲像脑筋比较清醒一点。研究发现，其实现在因为疫情的情况下，高龄者跟家人距离可以有点疏离，可以借由这个活动去增加家人之间的关系。长辈耍游戏为一开始沙漠方向，到现在慢慢实施游戏规则，渐渐生出兴趣。这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冠中相当肯定课程对着长辈帮助。一开始的基础游戏，一直进入到整个游戏的历程，每个长辈的反应非常热烈，认为在这种平常看孙子在玩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该去念书了，就没想到自己在家现在自己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对他们人生来讲不同的体验。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高龄者一个动脑的一个机会哈。那这个课程为期9周。通过这个课程的这个效益，他们希望可以达到这个交流，那也可以跟他们这个孙辈或是说年轻人有共同这个话题啊。指导教授马尚君表示，透过课程会当互长辈动动手、动动脑，嘛会当增进甲家人之间的话题甲情感。未来也希望这项课程会当增进到其他社区为长辈服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过去3档外疫情期间，台南有望有真侪间观光饭店开幕，其中去年伫安平新开的饭店、餐厅的总铺师，就结合在地食材，推出真侪创意的料理，除了口味得赞处，而且每一道菜拢有故事，要互游客不止食到台南的美味，嘛了解安平的历史文化。为了迎接疫情解封以后的大量游客，安平区新的饭店特别推出40道全新的创意料理，
其中将近20道拢是融合在地食材甲西式料理手法，另外嘛有10道素食料理来推广环保永续概念。副市长叶哲山需要请出席新菜发表会，嘛甲观光旅局、农业局共同做势，邀请大家来台南品尝无同款的春天新滋味。雅乐轩从去年1月底正式对外开幕到现在，不过1年多而已很年轻，所以其实也迎来非常多的好口碑啦。大家都认为说雅乐轩是一个最年轻、有创意、有活力的一个旅馆，所以我过去来到这边，我都看到好多的背包客，而且很多的外国的年轻朋友们。所以我想，这个雅乐轩已经建立起它的一种不一样的所谓的饭店的一个新风格，那吸引不同的族群来入住这个雅乐轩这边，那也带动安平这边又有新的一个景点那这一次特别这个主厨在赵总的压迫之下，开发了很多的欧亚的创意的一个新的料理。那更重要的是结合了在地的食材，所以我们今天农业局局长特别来，我想对你们这一次的发表有非常大的加分作用。去年伫安平新开幕的饭店，不只伫餐饮顶面用心，互游客品尝到好滋味，而且每一道菜拢有故事，以外成为行销台南文化观光甲农业的生力军。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疫情解封带动国民旅游的观光人潮，尤其是安平，一直是游客观光的焦点。所以公所结合金城里办公处甲里内民宿业者，拍算无定期摒扫环境，同时希望借着在地力量，唤起更较侪企业来重视环境议题。伫安平金城里长欧明林带领，包括里办公处职工甲10几位民宿业者，12号自发性摒扫里内环境。里长表示，因为安平古迹侪、景点嘛侪，吸引假日游客甲带房的民众愈来愈侪。伫摒观光的同时，嘛早来环境垃圾经济无方便，所以有民宿业者主动发起环境清洁甲维护。这造成的脏乱尤其是拢外来客、观光客，这民宿业者的人客嘛足多啦。我都交因有咧开讲讲，无你嘛出来讲讲环境甲摒扫者，爱弄也真配合。所以这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要来佚佗的这观光客。有一个新的感受会对。会当看到阮遮较清气。其实今仔这个发起是咱的里长提起啦。当然，咱金城里嘛是算伫因安平安平民宿密集度较悬的一个里啦。当然，因为住房率悬，相对的人客就多嘛。多有当时也会造成一寡共厝边困扰到这一寡问题。当然，咱嘛是一直有透过这个民宿公约去约束咱的这个人客。但是有当时人客伊可能出外佚佗，迄个心情会较无共款啦。所以讲，阮嘛是借重这个机会啦，嘛是算讲咱业者。确实，咱毋是讲干想要趁钱尔，咱嘛会当和里面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互动。12号社区行动包括安平区长萧泰华、议员林依婷、李启伟甲1位议员助理拢到场小听，肯定民宿业者甲里办公处用心。新成立伫咱里调3年以来我们也变得非常多里调非常积极把咱整个地方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你在这边结合我们整个旅宿业相信咱家拢是咱的大老板，咱头家感谢您的协助因为有您的帮忙可能未来我们安平区我们整个旅宿业会更加的兴盛这里只是第一步啦，像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民宿业者这一件环境清洁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持续的。那我们也希望从金城里出发，那在安平整个旧部落，我们之后也希望，因为旧部落也很多的民宿，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各个里也可以开始来响应，那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那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观光品质。这回摒扫范围主要以细边公园甲关系平台为主，看到清出一地一地树枝甲落叶，嘛互原本垃圾的公园焕然一新。民宿业者表示，为了维护环境清洁，今日的摒扫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将无定期投资，嘛希望唤起更较侪人参与。
今日新闻军及林英根采访报道。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元老殿不止香火鼎盛，到现在已经出现6万外应援，会让看到庙墙打满原油铺，其中看红线的故事，甚至红到日本。为了成就更较侪好的应援，市府民政局甲圣母庙嘛要做伙举办未婚男女的联谊。正统罗里门圣母庙庙内元老新君是相当灵盛。到现在已经凑成6万外队应援，市府民政局甲圣母庙做伙举办单身联谊活动，就是希望透过元老新君的加持，替有缘人牵线，成就好姻缘。罗里门圣母庙的元老啊，会当讲是非常的灵验，敢有促成的良缘啊，来兴愿的，就要甲6万队安尼啊，直接大家因缘啊，阮罗里门嘛。咁即个越南老人来，当讲是非常的灵验，因为互人来遮大家求即个姻缘，会当互你找到好翁，嫁到好翁，娶到好某安尼，然后存好心，做好事安尼。台湾的新生儿人数连续3档负成长，竟是47档以来新生儿人数历史上低，成为国安危机。而解决方式之一，就是提高结婚率。台湾的即个国安危机呢？所以讲阮圣母庙为着咱咧即个咱的下一代咧，所以讲特别要来办即个元老的即个姻缘啊，未婚联谊希望啦，咱遮所有的青年朋友尽量来参加。今年圣母庙将迎恩殿大改造，高达10公尺 LED 墙面已经成为完美拍卡景点。这次活动特别选定伫咧圣母庙元老殿。主办单位也安排丰富多元的互动游戏甲节目，希望会当互参加者伫轻松快乐气氛当中，找到理想伴侣。这次只有120个名额，报名只到4月26号为止。只要是设籍伫咧台南市，或者是伫台南市就业，年龄25岁到45岁，也未结婚的单身男女，就会当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有8年校舍的桂林国小原本校舍老旧，而且耐震力不足，所以拆除重启。经过2单元时间，兴建出融合科技加环保的全新校舍。其中每天伫启用典礼嘛宣告桂林国小正式迈向新的里程碑。桂林国小新校舍文心楼、文彩楼将其竣工，伫台南市长黄伟綽、立委王定宇以及侪位南关县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剪彩启用。桂林国小新建校舍工程开了1亿8千外万，建筑面积5000外平，总共有28间教室，包含多功能教室、班级教室以及教师办公室等空间，提供学校师生上优质的教学以及办公环境，大大的提升我们孩子的学习、同学的学习的效益，也能够让我们台南市的教育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因为有新教室、有新的设备。能够提供新的学习。桂林国小到今已经有超过100档的历史，市府为了提供师生安心的学习环境，将老旧校舍拆除重建，重新营造校园建筑新风貌。这个建筑目前是得到国家卓越建设奖的规划设计类的金质奖，那它也结合了我们空间美学的规划，应用了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做成一个生态环境。新校舍的改建是桂林国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学校感谢各方的支持，并表示相信会当让桂林的囡仔大大提升学习效益。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俗称菜龟煲鱼的鱼纤美化，因为病病喘、甲扫顶镜头、甲其他疾病进行，所以容易延误病情。加上若无好的药物治疗，造成高死亡率。不过，郭总也表示，现在有2款新药会当降低肺功能持续恶化，成为患者一大福音。咱人的肺部正常像气球奔放的长大，吐气的小，不过一旦纤美化，得像菜瓜布粗碧白，无法度春秋。
根据各种病医生住院指表示，这款细胞疾病就是因为食薰、火烧心，或者是四型肝炎等危险原因造成，嘛因为初期就是哮喘，容易延误治疗。肺纤维化这种东西就是肺部一个慢性发炎，然后造成肺间质质性的一些肺纤维产生那个叫做结缔组织增生了哈，那造成我们换气困难。所以它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都发生在50岁以上的老人家比较多，而且会产生一些像我们常走路就会喘，走大概100公尺啦哈，或是说2个店面就会喘，包括疲倦，甚至会咳嗽。这个症状呢，是不是很典型？像我们一些像慢性阻塞性肺阻塞性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心衰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只要照一个 X 光才有一个特异性的变化，包括说网状的变化在下肺叶的地方产生毛玻璃状的现象，然后再加上我们再进一步的问他的病史，还有一些接触史，还有一些危险因子的暴露。但因为镜头容易动作其他疾病，所以嘛影响菜龟保鱼的治疗，造成高死亡率。不过现在已经有2种新药会当降低恶化，成为患者一大福音。有2种新药，一个叫做比乐活定，另一个叫做益肺仙，这2个药物是可以降低我们肺纤维化的一些药物，它主要是抑制我们纤维母细胞产生活化。我们知道纤维母细胞活化会产生肺部的纤维化跟那个结缔组织的增生，它把这个纤维母细胞抑制掉的话呢，它就会降低这个纤维化的进展，它可以降低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降低它的急性发作的比例，而且降低死亡率，甚至存活率会增加。那为什么会降低急性发作会降低死亡率？因为急性发作常常是要这个肺纤维化病人的命，急性发作之后常1次到2次，病人就会死亡，进展就会很快，所以降低急性发作、增加肺功能是它的这2个药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效果，都在这里。所有疾病拢同款，早发现早治疗，除了降低恶化风险，嘛提供患者治疗以后较好的生活品质。台湾新闻军籍林银光采访报道。讲到工业的风格已经真普遍，运用在各种的装潢当中。为了高雄有一间咖啡店，因为头家伫北部当年经营机械设备，嘛，互伊的咖啡店不只是工业的风格，是真正藏了真侪机械器材，要互消费者一面啉咖啡，一面采工所需要的设备。墙上挂着艺术作品，另一边的桌上摆放着机械器材与零件，再加上阵阵飘来的咖啡香，让人不禁想问：这个空间到底是做什么用途？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其实，在这一家店的有3个元素，第一个是大哥的艺术作品，然后第2个是2哥的机械，然后再来就是我的咖啡。对，那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你会看到大量的机械的陈列，这个是扎扎实实 Made in Taiwan， 然后扎扎实实有在卖的东西。对，它不是说今天用个铁件就跟你说我是工业风，没有，我们还不只是工业风，这个东西其实是重工业的设备，好比说在吧台区悬吊的那几颗灯。对，那些灯就是我们的气动马达的外壳，然后去改装的。在开设这一家咖啡店之前，老板黄志恩就已经累积10几年咖啡师经验。他笑说，店内的咖啡样样是经典，很难只拿1样出来推荐。但这款玛莎拉茶鲜奶，因为使用台湾在地食材、精心熬煮的酱料调制而成，是外面找不到的独特滋味。另外，限量的肉桂卷常常一推出就被客人抢购一空，上面淋的也是这个招牌酱料，成为喜欢这口味的客人心目中的梦幻组合。这个玛莎拉呢，其实在台湾喝到大部分是从东南亚进来台湾的粉料，但是我们的玛莎拉的酱料是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下去熬煮的。对，那再加上这个玛莎拉茶鲜奶，我们透过台湾人最熟悉的红茶，因为台湾人真的很爱喝红茶，
我们让红茶去当一个 bridge， 去把这个香料味道跟鲜奶茶味道去连接起来。对，那其实意外的大家都很喜欢这一款，就是茶鲜奶的饮料。我们的肉桂卷它还是走一个很粗犷，然后很大颗。对，那最后因为最后我们再淋上所谓的玛莎拉酱。对，因为一样都是香料的味道嘛。对，那其实在，玛莎拉里面，它也有一些豆蔻的一个原物料在里面，其实那个味道是非常 mix 的。对，所以他基本上喜欢吃肉桂卷的，他也会喜欢喝玛莎拉。所以来现场吃的几乎都是一套一套在，就是这一整套在点的。对黄之恩来说，品尝咖啡是一场探险，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寻找更多的可能和风味。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到更多更不一样的咖啡，而不是不苦、和果、可可。对，因为咖啡它就是一种探险，你在会因为来自不同产地、不同的处理法，它会创出不同的风味组合。对，所以其实你可以在精品咖啡里面找到更多不一样的风味层次，对，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不酸啊、和果啊、可可啊，然后烟熏啊，对，就是咖啡没有这么无聊。记者萧逸轩、蔡怡文高雄报道。感谢收看4月13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